大家平安吼，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咱2021年台语文学系的讲座。咱活动是由台文博览会、打狗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所联合主办的。主要就是要带大家来去台语文学的山顶园，来去看看，来去踅踅，来做伙体验咱台语文学的气味。所以咱伫咧今年呢，咱特别准备一档4大主题，分别是台语囡仔文学、台语白话字文学，佮有台文创作，佮有这个台语文学发展。咱的活动呢，拢是伫咧打狗这个高雄文学馆所办理的。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吼，所以咱这2个月特别刷来线顶嘛，互更较侪人有机会做伙来听到这个咱台语白话字的文学。嘛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好，安尼那大家想要了解更较侪有关阮活动的资讯，非常欢迎大家会使来打狗台语开讲社。这是阮伫阮Facebook 所经营的社团。阮除了讲这个文学系的讲座，阮也有线顶的读册会，佮有开讲会，也佮有阮上新的台语节目，这个台语小酒问。大家伫咧Facebook 拍这个打狗台语开讲社，就会使找到阮。也是讲这个台文博览会，这是阮的 fan page 这个 fan page 嘛，欢迎大家会使来甲阮起赞，来甲阮支持。阮所有开讲社所办的活动，嘛拢会伫遮做放送。好，安尼咱今仔日呢，咱非常欢喜吼，咱特别邀请咱国立成功大学台文系的系主任蒋伟文教授要来讲咱这个台语白话字作家甲作品的导读。伫咧活动开始进前呢，我先甲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等下伫咧咱 YouTube 频道画面的正手边有这个会使留话的功能，所以等下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呢，嘛非常欢迎大家会使伫遮留话。伫咧活动的上尾，我会整理遮的问题，帮大家做提问。好，安尼刷来，咱就甲咱的时间交互咱的伟文教授。伟文教授你好。主持人志定，佮咱空中的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平安出头天。咱今仔日真欢喜，佮来讲到这个白话字。咱今仔日呢，主要要针对这个白话字的作家佮伊的作品来带各位来认捌一下吼。当然同款吼，咱今仔日时间真有限，敢若2点钟尔。但是咱白话字的文学会使讲是规牛车的啦吼。所以呢，咱讲讲到重点。咱今仔日呢，以较早期的为主吼，就是战前的这作家为主吼。当然战后咱嘛会小提起一下吼，但是咱战前的这呢，咱会以这作家甲伊作品为主，因为这部分较少人知影吼，所以较少人知的部分呢，咱就加讲一寡吼。咱大声呢要讲这个白话字的文学的作家甲作品呢，咱空中的这个朋友呢，总讲这个演讲刷各位未来有兴趣嘛会当详细去图书馆，还是讲去网络册局呢去买这套咱2011年由国立台湾文学馆委托我所编的这个白话字文学选集这内底呢一套有5本这拢是为100外当前较早出的遐个白话字的作品呢，咱甲伊拣出来，甲文学较有关系吼。咱有分做5大部分有这个文化论述甲启蒙嘛这个翻译的文学嘛小说戏剧还有诗甲歌还有散文，有5大类咱这是为100当前，咱这个白话字的作家因的作品内底呢所拣出来引甲这文学较有关系咱今仔讲的真侪内容嘛是为这内底甲列出来互来互各位来有淡薄来这个认捌这个文学选集内底呢有选到什么款的作品呢
咱伫遮呢，咱嘛先来互各位来参考看卖呢吼。为遮呢，为即个咱选的即五大本即套白话字文学选集内底呢，咱嘛当看出一个大概吼。咱迄当时呢，咱经即套白话字文学选集，咱有特别真重要的即个历史的即个意义甲一个目的就是咱要特别经较早前尤其是伫五四运动以前，咱台湾都已经有的即个文学作品呢，咱特别甲拣出来。所以咱即套册内底有一半以上，拢差不多是中国五四运动以前，咱都已经有白话的文学的作品咱就要证明讲，咱台湾的文学呢，毋是为中国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有新文学的，毋是安尼这是过去咱无去注意到白话字文学拢才叫是讲台湾的新文学是为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其实毋是安尼咱伫五四运动以前的30几年前，咱就已经有报纸，嘛已经有一寡真好的文学的这作品来出现咱先来看卖呢即套即个选集内底咱有分做五大册有五册。第一册呢是文化论述甲启蒙这就是针对即个文化要怎发展，也是讲甲文化甲即个文明也是甲即个启蒙才有关系，这议题呢，一寡论述性的文章呢咱嘛甲拣出来放伫第一册咱来看卖呢迄当时呢因大概有讲到什么款的即个议题啦第先呢咱来看卖咱遮呢咱有白话字的标题咱怎看 Excel 即栏这是白话字的标题还有一个汉语的标题过来呢编的迄个编者或者是作者附伫遮过来伊的年代这嘛拢有伊的出处这拢嘛有记录咱来看卖呢第先呢咱来看伊即个上头咱有收录这咱等下嘛来互各位来读看卖呢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1885年发刊数啦虽然伊迄当时发刊数伊无注明讲是啥物人写的，毋过呢根据咱的推测，应该是巴克勒牧师写的啦好这咱等下嘛佫会详细来读过来又讲到即个白话字的利益论即个白话字的利益就是讲学即个白话字有啥物好处呢伊就考劝人爱来学即个白话字像这嘛真早以前过来论分囡仔的风俗论分囡仔的风俗较早呢咱古早台湾有分囡仔的即种风俗这好也歹呢伊遮嘛有论述过来论用鸦片丸的危险用鸦片丸的危险即个食鸦片呢是好还是歹像这呢伊遮嘛有论述当然鸦片是毋好的啦无像咧讲某一个人即个某一个政党啦因的祖先呢伫遐讲食鸦片偌好拄偌好呢这呢伊遮嘛有讲着论鸦片丸的危险过来论丧事这个丧事呢安怎到底这风俗习惯好啊歹过来白卡的要论白卡古早咱台湾受到中国清国的影响爱白卡白卡敢好当然是嘛毋好所以你看像这呢伊当时伊就评论到这白卡的要论你看像这1891年迄当时呢你看咱台湾都外先进就好都已经开始讲到这个议题过来论嫁出来好规矩过来教是查某囡仔过来树木的利益树木的利益这是注重环境生态。你看百话当中咱就咧讲到这个这个重要性环境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个重要过来青梅学这甘威廉牧师所写的，这咱等下嘛会来读看卖呢青梅学伊写青面蚵啦这是腔口无共青面蚵就是讲目睭无看的人因应该有的这个权利呢
应该更注重这过来看过来体恤禽兽对着这个动物的这个保护的概念你看这嘛百外当前1894年就已经有过来论利益青面人论利益青面人伊才听看青面人你看有关着这个目睭无看的人，咱应该爱来保护着因的权益过来论对时政的法要咱来对时政要有这个时间的观念过来论瘟疫的事啦瘟疫呢较早定会有这个瘟疫其实现处是近代嘛是有呢。你像讲咱即摆讲的这个中国武汉肺炎，认真讲，那就古早来讲，这嘛是一种瘟疫瘟疫就是会造成足侪人破病了翘去所以这个中国武汉肺炎，这嘛是现代一种瘟疫你看像这百外当前，咱嘛已经有这的一个概念过来像讲记校的法度教咱安怎记校过来论计错的条规过来台湾字台湾字这会使讲是上早的台湾学的开始的起稿啦台湾字安怎来记录着咱台湾所以会使讲是台湾学的起稿的开始过来保守精神嘛是同款呢咱即摆有讲爱保护这动物这狗猫这袂使甲虐待。其实百外当前，咱迄当时都已经有这个观念嘛，毋是即摆才有呢过来论风俗过来火车的起因是安怎有火车过来论女学鼓励查某人爱去读册你看这嘛是百外当前，这个性别平等的这种主张观念，咱伫白话字内底就已经拢有毋是咱即摆才伫遐讲性别的平等，咱百外当前白话字的这个文学作品内底，足侪就拢讲到这个论女学还是讲真侪注重着这个男女平等的这个受教权过来鸟鼠病这嘛是古早的一种瘟疫的一种过来仪式东西蚵东西蚵过来台湾铁路过来扫帚星过来寒热论过来公共小学公共小学过来教育的合法教育合法过来论白话字过来飞行机伊这飞行机啦飞行机伊咧介绍飞行机你看百外当前，咱的这个白话字内底都已经咧介绍这个飞行机过来斯文甲卫生斯文甲卫生论计错论意大利咧介绍外国论德国过来学白话字过来分害劝人毋通食薰有啥物歹处你看这嘛是百外当前都已经有过来内外科看护学这是规本册这咱有摘录出来医学的知识过来卫生甲厝个分的害教白话字的方法男女对等论男女爱公平性别爱平等过来10项关键10项关键咱等下嘛去详细来读看卖咧子女的教育儿童教育的一方面过来感觉袂到的世界伊咧讲科学的物件过来爱迪生甲电灯爱迪生爱迪生伊只翻译做爱迪生爱迪生甲电火伊介绍这个电灯爱迪生过来光伊介绍光啥物叫做光过来新台湾话陈列馆这林茂生的咱等下嘛会过来详细介绍过来这论教育甲罗马字运动过来地理教科书所以你也看这是第一册这差不多拢一半以上拢伫五四运动以前就写出版的为这嘛当想各位了解一下讲较早呢伊遐白话字会关心的议题拢是啥物款的议题过来咱来看第二册是翻译的
台语的文学，就是甲外国一寡作品呢，咱甲翻译做白话字介绍过，咱即几年呢，咱台湾文学馆呢，做诚侪台湾文学外译，即个译介的工课，就是透过翻译甲台湾文学介绍出去，或者是甲外国文学介绍入来。其实即个物件100外当前，咱的白话字文学内底都拢有咧做啊。透过这传教士，因为遐传教士本身因着遐外国的语言，因对外国文学嘛真熟手，所以因着甲翻译、甲介绍来甲咱台湾。100外当前，咱都已经有啊。咱来看卖咧像这个第一个是文艺两传文艺两传过来是典马是典马过来雅各去见着女王个因家动德过来李亚索望见的书李亚索望见的书啦过来尽忠到死安乐家天定圣人救命船合约的条款冬天气泡莫得挂入明日过来精神的譬如两个鬼弄动囝Peter 解酒过来即个三字经新传的白话的注解含三字经伊嘛甲翻做白话字版的过来条件国王过来海里唐动火车新闻的杂录过来即个心善心实涂炭这涂炭是啥呢？我相信真侪人拢有看过伊的中文版啦但是可能足侪人毋捌看过伊的台语版伊的台语版呢是啥呢？各位要看觅咧涂炭是啥因为这故事内底这涂炭因兜咧卖涂炭啦卖涂炭呢，你手摸迄涂炭了，佮摸面就乌去，所以就是灰姑娘中文所翻的翻做灰姑娘咱台语呢，咱无甲翻做啥灰姑娘，咱是甲翻做涂炭涂炭这嘛足符合咱台语的开口涂炭就是华语伫讲的灰姑娘这是1915年咱就已经有即个翻译即个灰姑娘咧翻做咱台语版的过来东方的故事过来几落迄个几落段佮王的看护妇过来囡仔甲鸟勇敢的农夫创世纪过来孝女地早过来农夫掠着官过来即个一条线过来天路历程有味的底颜德育的故事银兵鞋过来 Venice 的生理人过来即个李文斯丁大卫过来范德辉的传记过来历史家的代志天罗之男伟大教父反对啉酒的女英雄过来即个乌人的老母爱水的草狗过来雅各的批等等这是即个台语的文学遮类收录的当然咱这收录意思就是讲其实还佫足侪啦但是因为咱篇幅有限所以咱是甲浓缩出来甲拣出来甲遐较硬的部分甲拣出来过来咱来看第三册这是即个诗甲歌的即个部分啦诗歌的部分咱嘛是大家来看一下即部分呢伊遮比如讲上帝创造万物律法的命令独一真主称呼耶稣过来诗篇的部分个天路路劫路尾天堂路尾世人迷路
过来诗篇的过来祝教人祈祷洗礼家己省察暗顿晚餐安息日祝福律法应验求圣神感化身躯搁活三位一体早起的诗人活无久阿罗上帝耶稣属我请近救主谦卑神明名讲好地教会的兄弟所做的诗甲歌过来新年的诗保养心诗真真理福音新翻译的诗心识歌约瑟歌耶稣要找路要带路过来保惠师已经来教学先生歌空空隆动主歌庆贺喜年的歌过来食饭歌看光星雅歌喙打喙看敬好兄弟送别花着顾网戏网内戏纪念该牧师的歌母性的爱过来欧美故事赈灾悲伤歌职业甲家庭甲乌梅见证歌这是第三册歹势老师迄字可能爱较大小看字嘿好过来咱来看第四册我看这字较大好过来第四册是这个小说甲这个剧本的部分啦咱再来看觅呢小说甲剧本的部分像这日本的怪事发生伫日本的怪事这是1886年这嘛是咱目前所找到上早的第一篇小说咱台语的白话小说你看1886年啦迄当时中华民国拢还未成立的咱台湾早就已经有白话小说的创作什么五四运动遐拢还未开始的五四运动是1919年才开始的迄当时鲁迅也好乌适也好根本嘛拢还无啥物白话创作的物件咱就已经有日本的怪事这是这个上早的一个第一篇小说过来譬如山鸭过来拖车的譬如王强甲牛黄龙口翻转过来过年十岁翁路德改教路德改教这是林茂生所写的有关林茂生咱等下嘛佫会详细介绍拯救安宁的目屎赖人生所写的这咱等下嘛佫会详细介绍再来十字架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再来仁爱的报赏刑心的凄惨再来出死线电气判这咱等下嘛佫会详细介绍再来心心念念卖豆腐婆再来守钱炉变做慈善王我想拢无梦乡鬼啦毋是小说这嘛赖人生再来可爱修人赖人生第一篇小说以上这是这个第一篇的这一寡小说甲剧本的收录再来咱看上尾第五册
第五册散文咱来看卖像讲呢，北港妈的新闻这是讲妈祖出巡北港妈出巡发生着啥物代志这是北港妈的新闻那用即摆角度来讲呢，就敢若报道文学啦这咱百活当中都拢有一寡报道文学的物件迄种散文咱这真早都拢有过来迎不冤家迎不冤家过来论甘蔗蜜蜂的泪蜜蜂的泪过来着大胆拉西着大胆拉西着大胆拉西过来培养囡仔培养囡仔培养囡仔过来譬如食酒譬如食酒过来伊先生离别的批伊先生离别的批奇怪的应答奇怪应答狗有智慧狗有知识狗有知识后山的消息后山的消息过来谣言通惊谣言通惊你看这个谣言呢，这毋是干咱即摆才有这个假消息呢，古早就拢有假消息啦毋是干咱即摆才有假消息尔这谣言通惊就讲这嘛是假消息呢安怎会害死人过来自尽自尽过来小狗过来巴木师娘的小段巴木师娘的小段罗道宽直论过来青番内地观光青番内地观光过来攻破大船攻破大船攻破大船这个是啥物呢这嘛是迄当时的会使讲算是世界国际有名的这个国际新闻啦就是这个泰坦尼克沉船去的这件代志呢咱伫台湾伫这个教会公报内底嘛有甲刊出来伊的标题叫做攻破大船就是迄个平角山呢弄着这个大船第四这个船都沉去所以叫做攻破大船过来第19酷是落的井过来民望过来白话字土象过来天注定过来问政发育过来三工担担三工担担过来武社的青番过来李尚德的妇人李尚德的妇人迷信的艰苦男士番10项关键这咱等下嘛会详细介绍蔡培慧10项关键过来着学教遐过来百合花人生的双车路台湾的名称过来富家己的壮实听家己阿里山游览记这啦这人若像一般女性的使命无感觉的宝贝过来新台湾的陈列馆平埔族现在平埔族甲阿美族现在阿美族过来别人毋免绝望的确有愿望过来纯真的少女以上呢这是这个散文的部分所以拢总呢只有5册啦咱这是互各位来了解讲迄当时呢特别是伫咱这一半以上收录拢是五四运动以前就有这个是选集尔选录出来这嘛是迄当时咱特别做这套白话字文学选集特别的用意，就是要解写这个台湾文学史所以这嘛是会当互各位了解讲早前伫五四运动以前，咱就遮济作家
遮侪作品伊诶议题会使讲逐种拢有啦除了宗教之外，其他呢逐种议题其实嘛拢差不多拢会讲到这先互各位先初步对遮会当有一寡了解过来，过来呢这个好过来，另外呢，咱拄则介绍的除了这5本册推荐各位未来各位会当去图书馆，还是讲去网络册店买倒来看另外咱嘛有一本这个找找台湾字的故事这内底呢嘛有介绍真侪咱甲这个台语白话字有关系这个故事包括伊作家伊的作品，佮伊的历史这内底啦嘛拢有介绍这嘛是咱差不多5当前由台湾文学馆甲台湾罗马协会共同来出版由我甲这个周定邦甲杨慧茹阮3个主编所编出来这个找找台湾字的故事内底有图有文，嘛会当互各位对着白话字的文学甲历史会当有初步的一个认识好过来，咱特别来详细过来探讨一寡只白话字的作家甲伊的这个作品啦当然这个咱今仔时间有限所以咱会以较早期的先讲啦这个当然咱后来这个等改验以后呢，嘛陆续有真侪台文的这个作家的出现但是就是讲改验以后这个作家呢，较少用转落较少当然嘛有但是比例上较少有的人的身份拢会变成可能有时转落转白话字有时是汉落汉字甲白话字难要用所以咱今仔日呢咱就先针对早期遐较以白话字转落来出版来写作的遮为主来介绍首先呢，咱先来介绍这个马街的这个部分这个马街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拢捌嘛真有名马街呢伊原底加拿大的人后来到咱台湾主要是伫北部伫淡水遐伊伫淡水遐设教会咱南部由马雅国佮巴克勒牧师因遮的人呢是伫南部遮来传教但是虽然马街真侪人拢知影毋过呢大多数的人拢敢讲到伊传教若敢讲到伫遐满喙齿传教嘉义馆大多数拢会讲到这但较少人讲到伊对台语文这方面的贡献这是较少人会讲到这咱嘛爱甲补充一下这个马街呢伊有出一本中西字典这本字典呢伊上头伊是要做家己的笔记伊学台语的一个笔记整理起来笔记这呢伊1874年先就完成1891年呢由这个委托上海美华的这个美华书馆呢来印刷出版这是会使讲第一部以咱台湾伫台湾这个台湾为做标准所出的一个字典虽然伊这本呢伊的解说无介济拢简单尔因为这一开始伊是要当做伊家己的笔记来使用的但是这嘛有真大一个象征意义啦用第一本以咱台湾话尤其是这是以北部淡水遐为主的一个腔口做标准所出版的一个字典这中西字典这个有关的马街呢伊生前伊其实嘛写真侪甲台湾有关系当然伊早前呢伊是用这个英语来写较济因为伊算讲英语是母语，伊用英语写是较顺手，但是伊白话字嘛是会晓伊的囡仔呢白话字其实嘛拢会晓马街伊的囡仔呢台语也好白话字也好拢会晓所以呢像这个马街呢伊本身在生是有写日记的惯势伊当时写10几本的这个用英语写的有10几本的这个日记呢尾呢这个日记呢伊的后生呢有甲浓缩有甲用白话字甲叠做3本
即个马街日记吼，迄3本完全拢用白话字啦，拢用白话字写吼，伊后生甲伊即个翻做白话字吼。来较可惜，咱即摆呢市面上看到拢是中文版的，马街日记拢是中文版的。认真讲呢，应该爱甲伊迄个因后生甲翻译的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日记呢，爱出版，会较有意思啊！迄开口应该较有啦。安尼若佫翻做中文，迄个开口就较无去啊。即个马街伊嘛进前比如讲用英语写，像讲From Far Formosa规本册拢是咧讲着台湾对台湾的疼痛的议题当然伊嘛有一寡少部分的话用台语写所以呢后来的人呢有甲伊的一寡作品呢甲浓缩甲整理做一首诗，嘛是尾后改做有谱做曲变做即个歌最后的客家啦最后的客家这呢原底咱一般拢会想讲这是马街所写的尾也经过查证呢这是由即个林丰信教授呢伊为马街的一寡作品相关作品咧甲汇集甲整理变做是首较完整的歌尾啊，则个由即个李开元甲做成曲咱即摆来读看卖呢读了呢，咱等下嘛当来欣赏即首歌最后的客家这呢咱来看这白话字啦当然你若白话字也无熟的人呢，会当看隔壁才有即个汉字的版本我来念一届大家来试听看卖试看卖咧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伫云雾中看见山岭，为云中倚空观望大地，波浪大海中遥远的对岸，我意爱伫遮眺望倒视。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的青春拢总献予你。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我一生的欢喜拢伫遮。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我的人生拢总献予你。我的心袂通挂你的台湾，我一世的快乐拢伫遮。希望我人生的煞尾站，伫大影拍欢的响声中，伫竹林摇动阴影的内面，找到我一生最后客家。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我的人生拢总献予你。我心袂通挂你的台湾，我一世的快乐拢伫遮。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这是即个马街伊原底一寡作品内底呢由即个林丰信教授甲伊整理变做即首诗这呢伫 YouTube 顶头嘛有即个歌啦咱来听看卖呢要等者即个来甲切换过即个咱听看卖看有声音无？你定你敢听得到声音？声音
敢有？无问题，无问题。无问题吼。我专心做着修理的我的青春梦中我专心做着修理的我的心里我的永的家。好，咱听一拍就好哈。过来，咱个继续啊。咱以上咱大先介绍这是这个马街甲伊的作品哈。过来，咱要来介绍另外一位是这个甘威廉牧师甘威廉牧师甘牧师是算南部伫咱台南遮马街是淡水早前呢这教会拄有北部甲南部安尼差别南部呢咱大先介绍这个甘威廉牧师这个甘威廉牧师呢伊甲这个巴克的牧师同款拢是 Scotland 遮的这个长老教会来的这个牧师这个甘牧师呢伊来又创办这个训果堂就是即摆启聪学校的前身啦咱台南的这个启聪学校这毋是讲国民党内较有的嘛毋是日本人较有的是上早是为人这个甘威廉牧师因就开始创办啦毋通去用大外宣讲敢若袂输讲是拢是某一个政党来甲台湾了才有的毋是是咱这个正早1891年人甘牧师伊为着这个目睭无看的这盲人的这利益呢人就已经有设这训果堂而且嘛写真侪这文章来伫提倡讲爱注重着这目睭无看的人伊的权益过来这个甘威廉牧师会使讲是台湾学的开基祖啦台湾学的开基祖伊的著作嘛真丰富虽然讲伊的著作真侪拢是用英文来写不过呢伊遮的这作品呢会使讲即摆嘛是抑个是真侪人爱读的这个有关着台湾早期的这历史的这文献抑个是真重要像讲这个荷兰人统治下的台湾这咱前卫出版社嘛有甲出你若要了解到这个荷兰时期的台湾历史呢这本册的确爱读
过来像讲台湾宣教的成功个Formosa 的素描这嘛是真重要过来伊佫有即个英译即个西拉雅语的马太福音这嘛足重要伊即个英译即个马太福音西拉雅话的即个马太福音过来对着台语来讲呢，伊真重要，伊编即个下门音新字典下门音新字典即本字典其实是伫咱台南编的啦为什么会叫做下门音新字典原来伫100外当前，迄当时呢，下门甲咱台南来比的时阵，当然迄当时100外当前，下门算较大下门算较大嘛即个所以以前呢，早期的时阵呢，因拢会用下门遐传教士会用下门做即个书写的标准所以因才会叫做下门音啦但是经过100外当的即个发展了呢，即个规个局势拢无共去即摆咱规个咱台湾的即个地位都无共下门算是一个城市尔，但是咱台湾算是一个国家的即个规格咧而且即摆用白话字的，佫有传承落去嘛，甲咱台湾下门即摆嘛拢无咧用白话字因含以前遐白话字出版的物件，遐个印刷机因嘛拢无看拢碰见所以呢，100当前咱输伊无毋对，所以用因遐做标准，但100当后咱赢因所以用咱台湾做标准嘛无毋对所以呢即本甘字典呢后来就改名啦后来改名啦，改做甘威廉台语字典啦伊为下门音新字典改做甘威廉台语字典即个伊即本字典呢，伊就是由台南在地人叫做林金生甲陈大罗的斗相共之下呢，才编出即本即摆呢咱公报社台湾教育公报社伫2009年重新搁印的时阵甲正名起来，变做甘威廉台语字典这嘛是正确的，应该的无咱即摆搁讲下门音字典嘛足奇怪因为下门人因即摆都无咧用甚至各位若有机会去下门迄遐看，下门呢因即摆嘛拢改讲北京话较济咧会讲下门话的人算足少可能老一辈较会讲下门话，无一般呢你若伫街仔路看着，差不多拢讲北京话因遐就叫做普通话啦所以呢，咱即本呢改做甘威廉台语字典嘛是真正确这是即个甘威廉牧师即个甘威廉牧师呢，虽然讲呢，伊大多数拢用英语来写无毋对因为总是呢英语是个母语，用英语写会较骨溜较煞手啦但是伊嘛是有一寡白话字的作品呢咱就来看卖，来读看卖咱空中的即个朋友呢，咱试读看卖啦看即个标题是啥这是有腔口啦这青面蚵青面青面啦咱南部人应该讲青面较济青面蚵青面蚵这是甘牧师所写的甘牧师呢，伊对目睭无看的人而且受教育的权益真注重所以呢，伊做真侪只盲人的事工所以你看伊这青面蚵鼓励目睭无看的人嘛爱来受教育咱来试读看卖啦试读看卖伊这呢，伊讲顶半年有5个囡仔逐日受教师，旧年尾一个学生瘤破病，就去牛潭湾无过来。毋过伫遐会做淡薄路用，就是去庄园读圣经、讲道理，也得教一个青面兄弟读册写字。近来有解释一项的法度来利益遮的艰苦人，因简单捌字是无够业，要紧着有甚物工艺，互因通趁食。若无，本地青面人差不多拢总着去做乞食，也是学
看命这个讲到较早呢因为目睭无看的人，拢是着近视互看啊足无路用所以若毋是迄种做乞食若是较好小看去做算命的算命先这较早台湾的情形是安尼所以才嘛反映着伊即个迄当时的情形过来伊则佫有伊讲好佳哉，伊先师娘对祖家倒转来，献出真体贴的心，请青面学生逐日到新楼，毋啦教因读册、写字、算数，佮教因食頷滚大食頷滚大当因已经熟手，会快学，才捌字，才捌米切捌米快学切捌米，亲像无手速加衫尾，论一个代志，拍算阁无偌久，有好的消息通报互恁知。今日我对泉州一着李姑娘的批寄着就接着寄着李姑娘的批，刘仔得讲起一个意思。现时迄间的青面学有8个学生，因也得学几若项的手艺，亲像拍网、锁钱卷迄落等等过来后壁则佫讲讲阮不止爱兄弟姊妹，有时少年遐个青面人，伫咱中间已经有20-30个。教会我是暂然济，因为逐所在有，咱无求上帝替因开一条路，行了到路尾，因的心真黑暗，竟有凄惨。耶稣无的确常常听候艰苦人找伊，确定着是医生出头，因带无通仰望的人受安慰。论到心内青面的人，以赛亚有讲，遐个青面的，我着牵伊；毋捌路，我着带伊。互暗做光，巧做日弯巧做直巧做直这是即个甘威廉牧师伫1893年所写的青面学的一个内容过来咱过来看即个除了青面学之外呢除了对即个目睭无看的人的重视之外呢，即个甘牧师对着白话字嘛真要义呢，所以你看伊后边即个白话字的字典伊对这嘛是真重要。但是较可惜的是讲，一般呢，咱社会大众可能对着甘牧师较无遐熟悉啦。若讲到白话字，大多数敢若讲到巴克勒牧师当然巴克勒牧师确实嘛有真大的贡献但是呢，甘威廉牧师其实嘛有足大的贡献确实可惜较少人捌伊过来咱来讲甘威廉牧师伊嘛有一篇文章叫做《论白话字》啦咱遮会当甲看正边这是个原文用白话字写，倒手边是汉字的部分这嘛是咧讲着即个白话字呢伊的重要性咱来试看觅呢伊讲正权的报，就是即个教会报啦有讲咱的汉字甲日本字是无啥物合装写人的，是无啥物合装写人的路用啦。反对教会内得用的外国字，真正画做直讲起了迄篇论有举义，咱着将先生的
开力甲教会的钱财，设一个外国字的新闻报，也有请看报的列位，着往来参详一件事啊！哦，这就是咧讲到遮的即个白话字哦，伊的遮个代志吼，伊这分配咧讲啊，论即个汉字，论即个白话字吼，啊，搁来论即个日本字大概是安怎吼，这内容吼。好，这是即个咱第一部分吼，先互各位了解一下就好吼。各位若有趣味吼，就是咱头一开始有介绍遮个即个文学选集白话字文学选集吼，会当买转去看吼。过来，咱就来介绍巴克的牧师啊。这个巴克的牧师呢，伊伫咱台湾拢总60档哦。过身去了呢，嘛是待伫咱台南的即个基督教的公墓哦。会使讲是正港的台湾人啦哦，比即摆一寡政客呢更较爱台湾哦。伊对着白话字的贡献嘛真大哦，包括设立咱台湾的第一间的大学吼，台南新学院哦，过来创办台湾府城教会报哦，这份报纸真重要哦。若无这份报纸呢，你白话字就无法度传出去哦，你无法度互遐写作的人有一个发表的空间，嘛无法度互遐读者有一个物件，有一个报纸通去读哦，所以这个迄当时的报纸会使讲非常重要哦。当然100年后，咱即摆咱会感觉讲纸本的报纸即摆已经无重要吼，即摆拢变做数位的版本。但是这是时代的改变伫100多年前1885年迄个时代呢，报纸伫咱台湾算足新的物件，足稀罕的物件报纸也毋是遐普及的物件台湾才拄开始有第一份的报纸，非常重要等于迄当时的一个第一份的媒体有这了呢，才会当互作家有发表的空间，互读者有读文章的一个空间因才会当读这物件所以非常的重要。过来伊设立这个自珍堂出版社兼印刷所就是通去印这个册第一台印刷机嘛是伊甲创起来由这个马雅国迄个马雅国呢来奉献巴克的牧师呢，这个千里迢迢专工转去这个 Scotland 呢，去学讲安怎甲这台机械甲装起来了后呢，伊才甲这个迄台台湾上早印刷机甲装起来过来就是翻译这个重新翻译台语的圣经过来补充着这下英的大词典这几项代志会使讲对着早期咱白话字要传播出去非常的一个重要真重要咱即摆来看卖咧这是伫台湾府城教会报第一章就是第一期伊的即个发刊书巴克的牧师所写的咱即摆呢来甲读看卖咧读看伊迄当时写的内容是写啥用台湾府城的教师问教会内兄弟姊妹平安愿上帝赏赐恁大家大恩典。阮过来这边是因为爱传天国的道理，互人捌上帝来得到救。所传的道理，拢是圣册所教示的。若毋是圣册的道理，阮毋敢讲。所以阮豆豆苦劝恁着读册来看圣经，毋望恁哪久哪捌上帝的道理，也毋免的确倚靠牧师，也是传道理的人来讲道理互恁听，因为恁本身看圣册，受圣神的感化，虽然无人来教示，恁犹旧会知
上帝的旨意。可惜恁本国的字真恶，少少人看会晓得，所以阮有识别免的法度，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正人看较快捌。过来，伊讲，也近来伫即个府城，阮有设一个印册的器区，通印字，亲像即号的款式。当阮毋望恁正人要出力学遮的白话字，后来阮若印什么册，恁拢会晓得看。咱毋通拍算因为伊捌孔子字，所以毋免学即落字，也毋通看轻伊，讲是囡仔所读的。两样的字拢有路用，不过因为即落较快也较明，所以人着大声读伊。后来若要煞读孔子字是真好，总是白话字着较大声。惊了若毋读，恁袂晓得看阮白日所印的，所以阮考劝恁正人，入到以及听道理的人，男女老幼，捌字毋捌字的人，拢总着紧紧来学。亲像安尼，恁就会晓得读即落的教会报、甲外册、甲圣册。毋望恁的道理哪深，恁的德行哪招卑。这是即个巴克的牧师伫即个伊发行台湾府城教会报伊的发刊书，伊就写着伊内底讲的孔子字就是记汉字啦，孔子字记汉字所以你看，因迄当时呢，因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讲，其实大多数的人拢嘛青面牛，拢嘛毋捌汉字，毋过呢，因明明都毋捌汉字呢，竟然学即个白话字是加较简单、较好学的呢，佫看轻伊讲的是囡仔所读的所以这人有当时足怪奇的尤其是咱台湾人足奇怪的呢，看轻家己的物件这白话字甲伊讲做是囡仔所读的，明明伊汉字也毋捌敢若毋捌的，感觉讲爱较稀罕的款的爱是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你看巴克牧师伊嘛讲，爱先大声学你若要学孔子字无要紧，等你后盖有机会才学，上无你即摆先甲学起来认真讲，确实白话字是加真简单的啦白话字是真正是加足简单的这是即个巴克的牧师伊的发刊书过来咱拄则讲的呢台湾府城教会报由巴克牧师所发行内底有真侪各种的作品文学性的、文化性的，还是讲甲传教有关系，各方面逐项拢有啦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会使讲着迄当时综合性的一个刊物咱台湾上早的即个文学作品呢嘛会使讲着为遮开始因为有即份作品呢了呢，咱遮的作家呢有发表的园地读者嘛才有即个读遮文章的机会当然有的人讲即个台湾府城教会报即个拢甲报纸有关，甲即个传教有关系尔，安尼敢会当算是文学的物件当然咱的答案是当然是会使是安怎讲甲宗教有关系就无算文学作品咱若甲看欧洲因近代国民文学足侪拢嘛是为圣经开始为马丁路德以后开始因先翻译写圣经甲圣经为拉丁文翻译做意大利话，翻译做德语，翻译做各地方遐语言
然后因就开始去学，因为因学圣经就甲圣经文学变做因的背底，因的国民文学的背底了呢，因一方面有的人去采集民间的文学就甲这民间文学甲采集起来所以你看像格林童话就是安尼来啊，格林兄弟因就去采集民间文学，然后因为因有受过即个教会训练，会晓读会晓写会晓读圣经，所以因去做即个民间故事的采集的时阵，因就会当甲记录起来了呢，较有才调的人，因就会当甲即套文字工具学起来了呢，伊会当甲创作你若较有创作能力，伊就开始创作所以欧洲因的即个国民文学，因的起源拢嘛是甲即个圣经有关系你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即个英文也好，足侪拢是甲即个圣经是有关系。所以你看外文系真侪外文系拢甲圣经列做必修的即个科目，原因就是这所以你讲因为甲圣经有关系，所以呢，这就无算文学，哪会对迄无关系所以呢，咱台语这嘛共款，咱台湾的白话字发展嘛是甲欧洲是共款的伊虽然一开始甲圣经有关系，毋过豆豆伊会世俗化去，世俗化到尾伊就无一定甲圣经有关系越南嘛共款，越南因即摆伫用的即套罗马字，上早前嘛是教会伫用的伊个嘛是在17世纪的时阵，外国的传教士去甲越南才创造出来。初期嘛是拢加教会内底伫用但是到尾到后半期了，愈来愈侪人用的时阵，伊就世俗化，就无一定是教会的人伫用所以咱台湾的白话字嘛共款的。咱即摆譬如讲，像咱即摆推测白话字上有力的即个台湾罗马协会内底足侪话，伊嘛拢毋是教会的人虽然有一部分呢是教会的会友，毋过佫较侪人拢毋是教会会友包括像讲我家己嘛毋是所以呢，这就是啥，所有的即个罗马字发展拢是安尼。欧洲嘛共款，一开始虽然甲教会有关系，毋过后来伊就突破，毋是干那教会的人伫用是全民伫使用的所以台湾的这白话字嘛共款，到即摆这已经白话字毋是干那讲教会人伫用教会外的人嘛是真正咧使用所以当然伊这甲教会关系无差伊迄嘛是文学的一种就亲像讲圣经是文学的一种，这是全世界无人会否定的圣经伊嘛是文学的一种好所以呢，咱这个台湾府城教育部虽然伊一开始呢是甲宗教有关系，毋过其实呢，迄无影响到伊成做一个文学作品伊的一个条件再来，咱来讲，拄则讲即轮报纸之外呢再来圣经的翻译嘛真重要呢因为就像咱拄则讲，圣经嘛是文学的一种所以呢，咱台语的即个圣经，这嘛真重要所以咱台语的圣经呢是当时开始的咱嘛是真早呢1873年就有即个新约1884年有旧约再来较后来，咱台湾普遍伫使用的是即个1933年所出版的新旧约的圣经这是由巴克的牧师丁新哥感应的即个新旧约的圣经嘛是目前教会内底要上普遍伫使用的像咱即摆看，这就是即个巴克的牧师的版本创世纪像安尼好所以这呢，这嘛是即个就徛咱拄则讲的圣经嘛是文学的一种这嘛是咱台语的即个文学的一种再来，咱拄则讲的呢马偕啦、甘威廉啦、巴克啦牧师啦三位原底拢是外国人毋过因来到台湾呢，一生拢献予咱台湾会使讲嘛等于是台湾人因即摆要来选总统嘛拢有资格咧颠倒台湾有一寡人呢
认真讲吼，伊要选总统是足无资格，毋过因个偏偏的伊遐选呢，即个拄则介绍3位拢是外国人，外国来的即个新台湾人啊，当然后壁咱就要介绍就本身台湾出世的即个台湾人的白话字的作家啦，这嘛是就是咱拄则讲的就是讲，即个罗马字为外国传来本国了呢，经过一段时间，豆豆就在地化去啊。越南嘛共款，越南拄开始嘛是拢外国传教士伫用，然后教会伫用，慢慢，就拢变做因本国人开始伫用啊，包括作家，一开始越南嘛是啊，一开始嘛是拢外国人伫用，外国的作家较济，但是到尾啊，因开始因本地人学起来了呢，甲发挥起来了，因开始就变做在地的遐个罗马字作家出来啊，所以咱台湾嘛是共款。咱大先要先来介绍的，就是即个林茂生博士，林茂生教授这个呢，咱顶届嘛小可有介绍到咱今仔个简单个小讲者，咱等下呢会来读伊的一寡作品这个林茂生呢，伊伫咱台南出世嘛第一个摕到即个日本东京大学的学士的学位，过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硕士博士而且真无简单。因2档就摕到硕士博士2档就摕到，这会使讲拍破纪录啦。伫迄个年代会使讲拍破纪录，莫讲迄个年代啦。即摆一般呢文科的你讲要硕士2档摕到足无简单啊。伊是硕士博士2档就甲牵绕起来而且呢，伊甲即个中国的欧式胡适共款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算比伊较早一位啦，但比伊较慢毕业啦，胡适较早是较慢毕业啦，因2个拢找共一个指导教授啦，人林茂生毕业了呢，人个指导教授是要甲留咧遐教册，但是人林茂生为着台湾呢，甘愿转来台湾，放弃伫哥伦比亚大学教册的即个机会照讲呢，像即个林茂生伊的学问遮歹的人呢，伊毋若爱做台湾大学的校长，嘛应该爱做中央研究院的即个院长较对啦。若照伊安尼来讲，因为欧式都拢会当做北京大学的校长嘛会当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林茂生的学问是比欧式加冠军倍呢，结果呢，可惜因为伊是台湾人，所以敢若因为是台湾人得罪着国民党国民党目睭来看袂着，讲毋甘愿看到台湾人有遐杰出的啦，利用228就甲伊毙掉所以伫228希望牺牲去所以呢，像即种台湾人的精英，足侪拢伫228过程当中，迄个国民党杀死，会使讲是无计其数啦，太侪啦讲袂完这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感觉讲像即个林茂生呢，未来像讲咱有即个教师节教师节即摆教师节呢，伫中华民国体制内，教师节讲拢用啥物？孔子的诞生啦孔子生迄一天啦认真讲呢，孔子也毋是中国人啦孔子是鲁国人呢，伊哪是中国人伊是安怎？即个咱台湾在用孔子来做教师节，对无？认真讲，咱台湾的教师节，若要用，爱用林茂生较对。人林茂生伊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台湾的教育的研究的伊是一生拢是咧做教育的工课伊伫即个中营中学教过册，包括伫咱成功大学嘛，伫代教过册，伊一生拢是做教育的工课。而且会使讲是足优秀的所以应该用，譬如讲用林茂生出世的生日10月30来正做台湾的教师节，毋较对这咱进前，我会记得咱台湾教师联盟嘛有安尼主张过照讲呢咱台湾就爱安尼啦，毋通搁你用迄啥物孔子讲的即个生日，孔子讲甲咱台湾就无啥物关系而且伊嘛毋是中国人嘛毋是台湾人
你看人越南就好啊，越南呢，因即个因嘛有所有的即个孔子庙但是因无叫孔子庙啦，因叫做文庙啦。咱台湾拢叫做孔子庙认真讲爱叫做文庙啦，就是文人的庙啦甲历年来遐的你著伊考到进士的人较够读册的人伊拢甲伊囥伫遐，伊石碑顶头拢会写你的名。越南因嘛有文庙呢，但是因袂叫做孔子庙啦。越南文庙内底因是拜啥呢？因拜一个叫做朱文安啦。因嘛袂拜孔子孔子甲因越南有啥物关系？对无？所以呢，你看咱越南就因越南的孔子就叫做朱文安啦。咱台湾嘛应该有咱家己的那安尼我感觉林茂生是上适合的啦。当然这可能要等到台湾建国了较有机会啦。若无你伫中华民国体制下，拢较想到孔子尔。这是咱补充各位了解有关林茂生林茂生呢，伊毋但外文足够的，伊德文、英文真厉害之外呢，白话字嘛足够的，伊嘛有真侪用白话字写的作品呢。伊伫教育公报顶头，伊嘛有一个台湾话陈列馆的专栏呢。伊嘛有即个戏剧的创作像这路德改教历史戏这是1925年呢林茂生所编的伊家己编的即个路德改教的即个历史戏1925年另外呢，伊嘛有一个新台湾的陈列馆，伊就咧讲咱台湾话呢要安怎这新的词要怎讲较好势为日语来为英语来要怎用咱台湾话呢安怎发展较会好势伊这都拢有伫探讨遮可惜啦228迄个国民党甲杀死，若莫杀死，我相信伊对着咱台湾的白话字也好，对着咱台湾的教育也好，一定会当做出更较大的贡献好，咱来看卖即个新台湾话陈列馆伊伫第一期这是伫1933年伊伫教育公报内底第一期呢第一届的即个专栏伊所写的伊讲顶日潘主笔有对我讲，有看报的人伫希望爱本报写一面来解说现时所得通行的新的台湾话，煞兼注英语汉字伫迄身边，通互人较明白迄句话的源头。我想这是真深实的工课，也是真重难的事业这是伊的话头拄开始就是讲人来建议讲咱是毋是爱来有一个专栏来探讨着即个白话字新台湾话，就是讲特别是一寡外来词啦较早咱台语内底无的要吸收为日语啦，是讲为英语内底来吸收来探讨遮的工课再来咱再来看伊讲实在这10数年来台湾话真大变迁，形式的变化确实小可，若是内容变换，单语的增加是真大就是讲你语数啦单语的语数的增加是真大啦说书有一个做诗人去3年待20年久，拢无出来，亲像 Washington Irving 的小说迄个 Rip Van Winkle 的款，后来转来因厝，伊的囝对伊讲：“阿爸，你的退金已经有2000块，我要将这部分领出来，煞会小切手去台北，互恁孙做学资金，毋知你的组合安怎？”
即个老阿公听了，的确真大戆影，无焦装明白迄个意思。兔金是啥物？部分是啥物？小切手是啥物？学资金是啥物？刀合是啥物？大家拢知，写的就是台湾的新话啦。台湾的，伊这咧讲新的外来词，原底可能为日语照翕咱台语用，变做新的台湾话，伊咧讲遮啦，这确实嘛是咧。像咱即摆呢，咱若是日语无啥会晓人，咱遮伊咧讲的即段，咱各位应该就无一定拢听有但是你若是日本时代的人呢，迄当时因可能看有咧，譬如讲小切手是啥？这我嘛毋知影咧，对无？所以呢，这拄好即个讲到语言的变迁啦，伫日本时代因为大多数拢用日语，所以咱为日语吸收变做台语，真舒服。毋过到战后，换即个中国国民党来到台湾，强迫咱台湾人讲中国话了呢，所以即摆咱足侪新台湾话，拢为中国话来咧扣起来咧。这变做颠倒迄当时日语已经变做咱台语部分，煞大个用放袂记节，这嘛是较拍算的部分所以伊这就是伊咧探讨迄当时新咱的新台湾话安怎改变伊的一个转换啦这是即个咱正看这是汉语版咱拄则迄转落的这是汉语版各位做参考过来呢，咱知影即个林茂生呢，伊的英文、德文会使讲是足厉害真好啦会使讲是外字典啦较早嘛伫咱成大教过册伫咱成功大学教过册，嘛是咱成大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就是林茂生伊嘛捌做过咱成大早期啦早期成大即个图书馆的馆长啦但迄当时也未叫做图书馆但是迄当时算图书科的即个科长负责图书册就对即个所以呢，即个但是较可惜就是讲，咱即摆大多数的人呢，对着林茂生拢真青分所以我嘛一直咧呼吁讲，像这呢，咱台南最近呢有新起一个真豪华、真大一个总图书馆台南市的总图书馆嘛起了真澎湃、真大、真新但是呢，在我看无啥物特色你即个名称呢，你敢叫做台南市总图书馆尔，完全一点创意都拢无啦。所以像这我就前一站嘛建议就是讲台南市开遐济钱起这个总图书馆无你嘛甲号做林茂生的纪念图书馆林茂生本身就咱台南的有名的人，搁遐是有学问会使讲是教育界真重要的一个人物台湾的孔子林茂生伊嘛做过咱成大的图书馆馆长，嘛成大第一个台湾人教授，用伊的名来甲号做这个台南市总图书馆，会变做林茂生的纪念图书馆。安尼后盖咱嘛要找这个图书馆嘛较好找，咱嘛才知影讲你这个图书馆呢你这是较有保存着咱台南的历史文化意义，加做意义出来但是可惜到目前敢若也无啥动静啦好这是这个有关林茂生咱过来讲的，因为伊英文嘛足歹咧咱来看觅这伫教育公布内底呢，伊嘛有写过英台俗语啦，英语台语的俗语要安怎来对应，伊嘛有写过呢。咱的空中的听众朋友，咱来试看觅咧只有6条啦你摇看觅看摇会着几条咱来看觅英语伫遮第一个呢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 这个英语呢，伊对应的台语的俗语是啥咱摇看觅咧看
家己摇看觅，看咱听众朋友你摇会着几个啦，吼。咱等下咱来公布即个答案，所以伊这就是针对英语甲台语的即个俗语的对应，伊嘛有做即个研究，过来第2条 ，the more haste, the worse speed，这是啥物意思？伫咱台语的俗语有对一句有下即个意思的，咱摇看觅咧，过来第3个，伊讲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这是啥物意思？过来第4条，伊讲 too many cocks spoil the broth，这是啥物意思？来摇看觅咱等下摇看觅呢，看各位你摇会着几个俗语过来第5条，伊讲 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这是啥物意思？过来上尾一条，伊讲 every man to his trade，这是啥物意思？这6条来，咱摇看觅呢咱即摆就来公布答案来试看来，看你摇着几条摇看觅呢，有人摇着6条的无？来，咱来看即个答案啦第一个呢，伊讲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这啥物意思呢？久笑比无尾啦，这个啥呢？伊讲英语的原意是讲这话呢，甲即个地果笑伊乌啦，话笑地果乌啦。你话也好，你地果也好，嘛拢乌的你兄伙当然拢嘛乌的所以咱台语叫做啥？久笑比无尾啦，你莫伫遐共笑啦，所以久笑比无尾。讲到即个久笑比无尾呢，我就想到最近一寡不懂的这个政治老呢，伫遐共笑讲啥物疫苗乞丐讲人这有风险乞食，你家己本身就乞食，才咧笑人乞食，我感觉这嘛真好笑呢。安怎讲呢？这就是久笑比无尾啦。你笑人讲伊共讨即个有风险，安尼你就是乞食，讲啊歹听的。当初是即个某一个政党，因是安怎来台湾的？因迄当时伫中国拍输走赢，迄个中国共产党虐甲走无路。迄当时若无美国出动军队、出动防空出动即个军舰去甲因载来台湾，因遮人早就填海啊咧。因来到台湾了呢，迄当时若毋是美国美元载足侪面粉，载足侪遮个食物，还是载足，还是讲提供足侪经费互因遮个人会当活较紧咯。若要照安尼讲，遮嘛是乞食呢，难民乞食呢。所以这就是啥？久笑比无尾啦。这个乞食来到台湾，搁伫遐乞食赶庙公呢。乞食赶庙公呢。颠倒甲咱台湾人赶落台，讲换伊乞食要去咧做主人呢。所以呢，这就是为这个久笑比无尾这呢延伸想到一寡代志过来，咱来看第2条 ，the more haste, the worse speed。这是啥物意思？这咱俗语讲紧捧无好势啦，紧嫁无好大家啦。你咧捧势呢，捧了先紧紧捧无好势，你会捧无好你会捧一啦紧捧无好势，紧嫁无好大家啦。你遐赶紧要嫁翁，还是讲遐赶紧要娶某无斟酌无考虑呢，永远就出问题咧。所以这就是紧捧无好势，紧嫁无好大家。这句话所以你讲的再来第3句，用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这个有押韵的，有倒句呢。这咱台语叫啥？灵交灵，风交风稳固的交动工真正是安尼呢。灵交灵，风交风，稳固的交动工呢。你看这个某一个国民党的
甲即个共产党诶，嘛是共款诶，林高林、冯高峰诶，稳固诶高党工呢，拢是迄种人呢，拢是迄种无注重着人权啦，拢做阿爸诶啦，拢着照伊意见，爱安怎就安怎啦，拢迄种封建时代诶迄种封建思想啦，所以你也看，遐诶人为中国来到台湾，嘛是共款一个封建思想呢，对无？到即啊，经过遐久啊，二次世界大战到即70几冬啊，伊嘛是学袂着乖呢，嘛是共款呢，嘛是种封建思想呢，好，这是林高林、冯高峰稳固的高党工，过来第4条，伊讲 too many cocks spoil the broth，这济牛担无分啦，济牛担无分啦，这呢，咱即摆当然足少人用牛伫做事啦，古早咱诚济啦，即个牛屎呢，会当会香呢，香起来佫诚芳呢，因为伊屎拢是草仔做诶咧，即个，但是你咧济牛担无分呢，就是安怎？你咧牛伤济食呢，你怎甲伊诶屎呢打诶，然后打甲拢要甲遐牛屎摕起来，然后无好摕，即个济牛担无分啦，做无代志啦，伤济等下做无代志啦，所以即句俗语咧讲诶，再来第5句，伊讲 ，While t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有生命就有望啦。所以咱台语讲啥？一枝草，一点露啦，一枝草，一点露啦。这就是咱台湾人啦，一枝草，一点露啦。有台湾人伫咧，就有望啦。虽然讲过去迄个某一个政党甲咱糟蹋甲安尼，但是咱只要活咧，就有望。一枝草，一点露。过来第6。伊讲 every man to his trade， 这啥？男仔买一部踢啦，男仔买一部踢，较安怎诶人，较安怎买，上无伊嘛各样踢，你讲这男仔买即只买足无路用，上无伊嘛各样甲你踢诶，男仔买一部踢，好，以上呢，这是为这林茂生伊英台俗语者甲摘要出来，大家趣味一下这是英语甲台语的这个对应过来咱要介绍另外一位蔡培慧这个蔡培慧呢伊嘛是日本时代真重要的一位人物推测到白话字一个真重要的人物伊嘛写真侪甲白话字有关系作品啦譬如讲10项关键这嘛是伊所写的一本册咱看卖这是较早呢蔡培慧呢伊伫台南捌伫台南的第2公学校即摆入任国小呢捌伫遐教过册嘛担任过台湾文化协会的这专务理事这是因较早办这个白话字的这个研习翕的相片这是迄当时呢台湾文化协会因第3期的会会决议的事项内底呢，伊其中就讲到讲爱普及着即个罗马字啦爱普及紧普及罗马字即个蔡培慧呢，伊当时呢伊伫日本时代伊真积极去推测即个白话字罗马字，较可惜的迄当时日本政府呢无支持啦因为日本政府想讲你若要用即种罗马字你规期你用阮卡纳就好阮卡纳嘛足简单的你会当用阮卡纳无需要用罗马字所以对日本政府来讲呢伊嘛无介支持即个蔡培慧呢因为伊除了日本时代到国民党战后时期伊嘛要伫的所以呢伊到国民党来了呢伊对着台语即个书写伊嘛是还阁诚要义当然到国民党时期的时阵袂当用罗马字所以当时伊嘛真要义着即个台语的书写，所以尾后来伊用波泼猫去写去创造伊一套即个伊的新的白话字所以伊的新版的后来伫国民党时代的新版的白话字是用波泼猫来写
哦，伊嘛佫编一本字典，哦但是呢，共款啊，国民党伊敢互你编尔，编的你也无法度正式去教，无法度正式去推测啊，所以即个蔡培慧一生呢，伊对着即个台语的白话的书写真要义无毋对，而且伊嘛为着伊的个性就是真变通啦，日本时代伊有用过罗马字的，嘛有用过卡那的，到国民党时代嘛有用过即个波泡沫的方式，毋过呢，落尾拢无成功，所以这嘛是看，这嘛是互咱一个了解就是讲白话字，你若讲要望外来政权的认真推测，真困难啦。除非迄个外来政权伊本身嘛是用罗马字的，譬如讲你像越南，因迄当时因的法国统治的时阵呢，因就是用因迄个政权，法国殖民政权伊是主张用罗马字的，所以因会支持罗马字。若无呢，日本时代伊本身就用汉字甲卡那，伊袂去支持你用罗马字啊。到中华民国来到台湾了，伊是用汉字兼波泡沫，伊嘛袂支持你用罗马字啊。所以你看即摆教育部虽然伊有公布一个万人平等方案，伊敢有咧用嘛无啊？教育部伊迄是公布好耍的尔，伊主要因的出版品嘛是拢以汉字为主啊，伊的认证嘛是以汉字为主啊，甚至伊的一寡即辅导员出去甲人讲的时阵，嘛讲你迄罗马字袂晓无要紧，迄无影响着所以伫外的政权统治之下，伊要真心去推测台语文，甲真心去推测即个罗马字，是真有困难的啦为遮就咱看出一个证明咱即摆来看即个蔡培慧呢，迄当时呢伊有写真侪甲白话字有关系诶即作品但是咱看即个白话字歌伊这是白话字歌要鼓舞人来学白话字伊所做的一条歌啦咱即摆来看嘛，伊讲世界风气日日开日日开，无分南北甲东西，因何即个台湾岛具上高胆妖原在？怪，因何会安尼？怪，咱着想看觅。五国无好袂出艺鸟只发失就会飞。人有头脑最要紧，文明开发自然会。是，教养最要紧。是，咱久无读册，汉文离咱已经久，河文大家还袂有。你我若爱出头天，白话字会得紧富。白话字会得紧富，行，毋通搁延前，行，努力来进取这是伊所做的即个白话字歌另外呢，搁有一条嘛真有名，较侪人知影一条歌叫做《咱台湾》咱台湾即个咱台湾呢，伊这嘛有歌啦咱来听一下听一下伊即个咱台湾即条歌这呢进前90年代呢迄当时真侪即个街头暗尾拢会听到有即个邱垂珍嘛，佫有甲重新翻唱过咱来听看觅，咱先听一下伊原作啦咱台湾的原作这是蔡培慧伊迄当时日本时代所做的歌嘛有请迄当时的人来演唱咱听一下原作一下
好，咱听一拍就好哈。过来，咱来听一下新版的哈，由这个邱垂珍呢以前呢伫街头运动时所唱的版本哈。爱情花，山情花，花船小船飞路光，原来咱结婚已是一月他一场，草到不是只条条，为人是过水塘，水母拍只乌丢丢。好情好着路，咱人情义在过。台湾，台湾啊，台湾，台情歌，山情歌，花船小船飞路关，原来咱的故事一月芳花一场，草木不是只条条，为人是。好，咱我听一部分就好哈。好，这是咱台湾哈蔡培慧所作词作曲哈。过来，伊嘛真有名一本册哈，文化评论的册，叫10项关键啊。1925年啊，规本册拢是用白话字所写的哈。咱来看这哈，伊这个标题这哈。要打要紧紧普及罗马字，伊个10项关键呢，伊有针对10大议题啦，就是讲咱台湾文化要哪会进步，咱有10大方面的10个议题呢，爱来改善，其中一项就是要紧普及这个罗马字，伊10项关键，就是针对文化上有10大个议题，来做一寡探讨，安尼安尼看。1925年，咱就规本拢是白话字，或者的文化评论的册啊，咱毋是讲文学创作包括文化评论的册嘛拢有这内底伊则嘛讲着伊讲本岛人拢共有360万人，仅仅才差不多20万人有学问，敢毋是真少吗？这是甚物原因呢？一项是咱家己袂晓看学问档，一项是说法的人无10分的诚心，还佫一项就是要学文字言语太干净，非常恶得学这是伊蔡培慧内底所讲的话，咱甲摘录出来哈。好，过来，咱过来讲另外一个歌威书这个歌威书伊啥呢？伊是马街的竞赛马街。传教士马街的竞赛伊嘛有你看，人迄当时马街的后生祖囝台语白话字拢足够，含竞赛嘛拢会晓咧。你看人这毋知真正是正港的台湾人家己会晓字，而且伊本身原底是外国人咧，外国人来到台湾带台湾某讲台湾话含伊的囝字事实含竞赛都拢会晓。咱再来看卖歌威书伊嘛有写即个学字歌啦，这写啥？伊讲阿祖点伊这是鼓励人来学字的嘛透过学字呢，会当学即个罗马字安尼伊讲阿祖点点伫看册，阿公久久伫摸鱼阿嬷常常伫找粿这是呢腔口淡水叫找粿会吹粿咱南部讲吹粿阿爸日日伫跑马春夏秋冬分四季东西南北
做四位啊，年月日时纪日归，人文动物无常类啊。这歌为师所写的二字歌，啊，过来伊讲鼓舞人二字歌啊，咱看卖讲，赶紧捌字二字母，先读 a i e o， 以后家己搁计号，一摆五字真拄好。伊有拉，你有鹅啊，你有鹅啦啊，伊有拉，你有鹅。因有鞋啊，恁有蚵吼，这嘛是淡水腔啦吼，鞋啊吼，人讲鞋啊吼。伊种香菇，恁种乌，我爱饲螺兼拍虎吼，伊这是互你学即几个字母吼 ，r e a o 即几个字母安尼吼。啊，这是歌为师所写的吼。啊，过来呢，咱过来介绍。长篇的吼，咱拄则讲的呢，话是长，话是即个长篇，话是短篇啦吼。咱即摆过来介绍即个赖仁生，赖仁生牧师吼，伊1898年出世，到1970年代过身吼。伊嘛写诚济而且伊诚济拢是长篇的小说但较可惜，台湾文学界会使讲足少人会提起着即个人台湾文学界因甘愿去讲遐个中国人的文学作品，都毋愿讲台语的作品，这是足遗憾的足可惜的代志即个赖仁生台中人伊有诚济诚有名的作品，像讲《安宁目屎》用骹只上帝可爱修人即个伊即个《安宁目屎》呢，1924年所出版这后来呢金安出版社嘛有甲伊改做汉罗，重新出版啦各位若有趣味，会当去金安出版社去买来看安宁目屎这嘛是会使讲是算差不多是算上早的第一本长篇的小说《安宁目屎》当然伊这是就是讲到即个老母有一个不好囝所发生的一寡代志当然伊这是甲宗教这方面较加减有一寡关系但是咱拄则讲过虽然甲宗教有关系，毋过这无影响到伊的文学性无影响到伊的文学性好这是即个赖仁生过来陈启焕牧师伊是台南永康的人伊上有名的嘛是长篇的小说出死线这嘛是即个金安出版社呢嘛有甲因出版重新再版变做即个汉罗的版本各位若有趣味嘛当买转来看这嘛是长篇的一个小说当然这嘛是甲宗教这方面较有关系这1926年所出版的过来另外呢像讲雾峰一心会这个会员甲杨水心因遮呢嘛是因迄当时嘛有觉醒着爱用即个白话字即个杨水心就是林献堂台中即个林献堂的夫人杨水心甲因的囝呢，因迄当时有组立一个文化组织叫一心会因嘛甲白话字列做真重要爱推动的一个工作其中像这是伊的即个杨水心的日记，就是用白话字所写的所以各位恁若望后摆呢，恁变做有名的人呢恁若写日记、写作品呢，用白话字机会较悬啦后摆人甲伊研究的机会较悬你若用中文老实啦中文写中文捌中文有14亿个人口咧，无稀罕所以你的日记若用中文写，除非你著爱做有名安尼人较会研究你的日记但是你的日记若是用白话字写的呢你互研究的机会较悬这就是这较稀罕，所以呢较特别这是杨水心迄当时的日记拢用白话字所写的过来
咱拄则讲的，迄差不多是日本时代啦，吼，咱时间嘛差不多啊，吼。啊，战后咱就小快速讲过就好啊，因为战后呢，虽然讲战后较毋是遐济人用全白话字来书写，但是咱来用较快的角度汉罗啊内底罗马字，你只要用着白话字，嘛算是白话字的作家啦。哦，那安尼时阵其实是真济，战后真济啦，吼。啊，战后因为真济吼，所以咱无法度一一个介绍遐济，吼，所以咱尾啊呢，咱战后这本啊简单快速小讲者，吼，一个就是咱顶届嘛讲着王玉德博士，啊，有个人讲啊，为啥咱会要王玉德博士敢有算？有啊，因为伊伫过生进前，伫世大会啊，一个公开演讲内底呢，伊嘛有讲着，伊嘛是呼吁讲。未来咱要是着用白话字就好啊。虽然伊过去拄开始嘛对白话字感觉讲啊，伊有一寡欠点吼，应该安怎改善。但是伫伊过身进前伫世大会，伊已经公开讲，咱改来改去吼，要是直接用白话字上好啦。吼，人迄嘛已经社会基础嘛遐济人咧用啊，就对咧用就好啊。哦，所以咱嘛应该肯定吼，王玉德博士呢，咱嘛当讲伊是即个白话字。即个当然伊是较学术研究为主啦，吼，但是伊嘛是有一寡创作啊，吼。虽然讲伊是较研究性的吼，啊，过来另外一位郑元玉牧师，啊，郑元玉牧师，上伊伫即个新学院的教授吼，啊，伊伫新学院嘛开设即台语文化的教室，教真济即个学员出来吼，啊，遮尤其是即个台湾罗马协会真济的遮个会员吼，拢创会会员吼，拢差不多是为伊的台语教学遐出业出来吼。即个我想伊有一首诗一首歌啦吼，真有名，叫做《台湾喙青》啊，即作词的人就是郑元玉牧师台湾喙青即个台湾喙青呢。咱若伫唱呢，爱看白话字版的，毋好看汉字版的。看汉字版的，定呢，你迄个音会走，会念毋着伊啦，所以一定爱看白话字版的吼。就讲，而且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岛，台湾喙青，早前互外邦统治吼，像这咱就读互外邦统治啊。安尼若看着汉字，你真正想早前受外邦统治。但是人写白话字写互啊，所以咱来读互外邦统治，建国打得出头天所以这嘛共款，你若无罗马字，讲建国今在出头天就念毋着但是伊是要读打得出头天共和国宪法的基础，氏族群平等三协助人类文化世界和平，国民向前。贡献才能这是台湾喙青另外呢伊嘛有一首诗叫《游子回乡》当然伊嘛还佫有真侪相关作品咱时间嘛差不多到我就快速无要佫讲啦另外咱迄个郑元玉牧师过身了呢，咱台湾罗马语协会嘛出一本纪念的专辑来纪念。郑元玉牧师册名叫做白话字运动的先行者各位若有趣味嘛是共款会当上网去买转来看过来战后咱之前嘛讲郑荣伟教授虽然伊是较学者型的伊的作品大多数是研究的但是伊的研究拢是有促进着人使用白话字所以呢我嘛甲伊列做即个白话字的作家过来战后像讲单字人伊是早期嘛用真济尤其迄当时办方向的时，伊嘛真济即个作品拢是用即个全白话字当然战后呢时代改变要用全落的，看有全落的人愈来愈少所以真济呢拢会改做用汉的所以包括单字人伊嘛真济作品像讲伊有真济网页，伊就改做用汉落的方式当然罗马字是用白话字过来像讲林准玉长老呢伊嘛真济伊嘛真济作品，尤其是即个翻译作品，伊嘛做真济即个工课，包括圣经也是讲像讲丹夫人也是讲像即个Kennedy 即个作品，伊嘛拢甲翻译做即个台语版
像这嘛是吼所以也尤其是这个咱台语信望的输入法，会使讲伊的功劳算上大啦。若无伊咧催杀这个台语信望的输入法，我相信真侪人可能嘛无法度拍字，嘛无法度有出版的工课会产生所以伊的功劳嘛算真大尤其像这个盲人的时间嘛是盲人的台语点字伊嘛做真侪这个时间当然后来佫真侪啦这咱就无法度一一来提起包括像讲台湾罗马字协会内底嘛真侪作家拢有用全白话字或者是汉罗的方式来写作也是讲台湾笔会嘛是即几个团体拢是算真侪像讲台湾笔会伊的即个年刊内底罗马字嘛是拢用白话字来伫写作好，以上咧，因为咱时间真迫我就先讲到这接下来时间就互大家来 Q&A 看有啥问题无我再甲时间佫交转来互即个主持人指定咱非常感谢教授非常精彩，佮有非常完整的分享这3场讲座非常感谢教授安尼咱伫要开放互大家提问进前，咱先互教授先休喘一下啦。大家若有任何的问题，我拄则已经有收集一两个问题大家若佫有任何的问题，会使伫这开讲室的所在，就是 YouTube 边用拍字的，甲你的问题拍落来，等下我会代替大家甲教授遮问问题。好，安尼大先我就是遮甲大家宣传一下就是咱即马参加的是咱2021年台语文学系列的讲座咱即个讲座即系列的讲座，咱是由台文博览会打到台语开讲社，佮有高雄文学馆来联合主办的。咱今仔日个讲座呢是咱第二个主题。第二季的主题，即个台语白话字文学的上尾场咱非常感谢，就是教授咱非常完整佮有即个系统性的，甲咱说明即个解说即个白话字为伊的起源佮有战后的发展佮有咱即马看到今仔日所看到的有济即个白话字的文学作品咱后个月咱就是咱的后一个主题，咱7月的主题是即个台文创作的起稿咱即马目前嘛拢已经开始报名好大家若要找到相关的资讯，拢会使来阮打到台语开讲社这是阮面册迄个Facebook 面册即个社团大家打到台语开讲社，就会使找到阮的活动阮逐个月拢有固定咧办台语活动啦亲像读册会开讲会还是阮嘛有上新的节目台语小酒问，还是像遮嘛会使看到阮的资讯阮拢是透过即个台文博览会的 fan page 来放送阮的消息大家嘛拢会使甲阮起赞甲阮支持这啲是迄个咱后一场的活动，是伫咧7月11咱即马目前拢一定开放报名等一下我会甲连结到伫即个拍画区的所在拍字老话的所在大家若有趣味嘛拢会使开始报名好，安尼刷落来咱就我遮看一下咱有啥物问题教授你敢准备好好安尼我遮先看者大家若有问题任何问题想要请教的拢会使直接留话我遮拄则咧讲座咧进行的时阵，我遮有人咧问问题，我遮有先整理头一个是讲请问咧编字典的时阵干部书迄个干部书是为倒位收集遮个发音的，是完全为台湾收的，也是台湾较济，也是即个下文较济这是头一个问题好针对干字典这部分啦因为咱拄则嘛有讲伊有请2位咱台南在地的助手甲伊斗3工所以呢伊嘛是参考着咱台南在地当然咱台南腔呢甲厦门腔真共啦因为咱
古早呢，真侪台南人的祖先啦真侪拢是为厦门迄边刷过来所以咱台南甲厦门的腔口真侪是真共的甘义典伊伫头书内底甲你嘛讲，伊有请台湾在地的人做助手所以我相信伊迄内底嘛是有参考到咱台南在地的腔口当然还有一部分伊可能嘛有参考到厦门遐个腔口所以两边拢会有好，非常多谢教授。我这个看一个。好，后一个问题是讲要请问，有人问讲，请问这个客语的白话语，直直失落的问题，教授的看法是啥款？客语的白话字是客语的白话字这嘛是足无彩啦总是呢，客人本来就对罗马字较无注重啦这现实上咱会当看得出来譬如讲其实客人不只是对罗马字无注重啦，对书写的部分嘛无注重啦咱会当看得出来。譬如讲咱战后90年代以后，主张用母语来书写，大多数拢是讲台语的族群较济啦原住民因为伊人数少，真困难，所以原住民会使讲大多数拢用中国话咧写客人的部分嘛是啦就是讲伊相对嘛是少数，所以呢因拢有一个迷思啦，想讲要写就要写种较侪人看有的啦所以若感觉讲用客语写因都无几人看有规气就用中文来写会有即种迷思啦所以客人一般来讲咧，因拢感觉讲我伫作品内底有讲到客家生活，就叫做客家文学无强调一定要用客语来书写就算有少数有用客语书写的呢，伊嘛无关系用罗马字，拢关系用汉字这就是无共族群伊的传统无共会用汉字还是讲用篆字来写，一般是台语的族群较普遍啦所以客语的圣经其实嘛有客语白话字其实嘛有我早前我学生时代学即个客语时，就是用客语白话字来学的，足方便的因为客语白话字甲咱台语完全是同一套的你会用台语白话字，佮少学几个符号，就会当学客语所以颠倒台语白话字甲客语白话字是互相通用的呢。结果呢，咱伊甲放弃，然后再搁伫遐讲，进前有人讲你要另外用一套啥物通用拼音，结果迄通用拼音是通中国的尔，毋是通台湾的这是较拍算啦所以我讲这是较拍算啦结果即摆咱客语会伫用的即套客语的拼音，伊是为客语的通用拼音迄个修改的啦，是较接近汉语拼音的啦所以呢足可惜的啦无行出家己一个路线，结果去挖对中国迄个通用拼迄个汉语拼音，我感觉这是较可惜好，非常多谢教授。安尼，所来遮阁有一个问题是问讲，迄个拄则即个教授你所绍介的册有人问讲，敢有电子版的？因为讲人伫国外这无好买，若无，敢有考虑讲要出电子版的？无呢，即摆也无电子版的呢。你若人伫国外，可能就爱请国内的人帮你买，遐寄出去外国。目前是无电子版的毋过呢，其实咱有迄 database 咱进前嘛有介绍各位你若伫外国呢，你会当来迄个 database 就是咱进前呢我甲迄个你会当上咱成大呢成大迄个台湾语文测验中心来你来切换过咱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的首页咱遮呢有一个台语教学资源你遮点落呢咱遮有连接一寡较常用的台语资源歹势教授，迄个画面敢会使落番较大小看呢？大家看有详细。好，即个你为成大台湾语文测验中心内底呢，只有一个台语教学资源
咱遮呢有一寡电子册，你若伫国外的朋友呢，无方便买纸本的，会当来遮参考啦，内底遮嘛有一寡数位化，咱拄则讲的遮的白话字的资料呢，这好佳在咱进前呢，李兴昌教授因有去做一寡收集，是文学馆委托去做收集，尾啊呢，佮收集来遮的资料拢拍字，由杨文元教授因呢，甲用做数位化的即个资料库，你会当为遮咧点落，内底呢，你会当读到真侪早前的遮的白话字的文学，拢免费的，这资料库真内底拢有，为遮你会当去查，譬如讲像这，咱拄则讲的10项关键，遮嘛有啊，像这点落你就有就通看会到，而且呢，伊这个有声音，点落伊个会当发音不离个呢，伊这可能久无 update 啊，所以画一寡听写可能较久所以你会当为遮来看，这是即个一寡数位化的资料啦，这这是文学馆早前做的另外书呆伊嘛有一个白话字的文献馆过来。文学馆伊个有另外一个白话字的数位的即个资料馆这嘛一个个有台语文的记忆因为教授所做的遮为遮拢会当去看所以你若伫外国无方便买，你得当去参考遮线顶的资源好，非常多谢拄则教授所讲的，我嘛有甲连接。我嘛有甲连接搭伫即个老围区的所在大家若有趣味拢会使直接落去社群。好，安尼请问现场看佮敢有啥物问题？好，安尼阮遮嘛是佮甲大家放送一个啦，就是等下大家若有趣味想要找着阮。拢会使来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就是阮 Facebook 的社团。阮除了像讲阮的讲座拢是实体像即一档阮拢伫高雄文学馆遮办理阮的讲座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阮转做线顶的所以像后个月的讲座嘛会伫线顶办理嘛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另外阮嘛有线顶的读册会，佮有即个线顶的开讲会嘛拢7月初会开始做宣传会开始开放大家报名嘛非常欢迎大家拢会使来参加好即场是咱7月11咱台湾文学系列讲座，就是咱后一个月的主题是迄个台文创作起果咱邀请到焦华老师，王焦华老师，伊目前嘛是一个伫高雄咧生活的一位作家。咱后一个月是咱焦华老师要来替咱主讲，嘛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好，安尼我现场遮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讲，即个即个问题我伊讲马来西亚有即个英英华学堂有下文音教学请问咱的下文是为马来西亚遮来的，还是为福建来的啦？即个问题无啥知影伊意思是啥呢？伊讲马来西亚有即个英华的学堂英华学堂嘿有即个下文音的教学。伊讲马来西亚有即部分嘛？伊讲请问咱台湾的即个下文音是为即个东南亚马来西亚来，还是为福建来的？好，我是无啥确定咱即位朋友的问题啦不过我小摇一个啦若是讲到即个罗马字的源头，当然咱之前嘛有讲过，若是论罗马字的源头，不管厦门还是台湾，拢是为东南亚来啦拢是为东南亚马来西亚甲印尼遐开始早前传教士因拢先去东南亚了呢，才为东南亚传来台湾甲传去厦门啦若论白话字的源头是安尼当然咱即摆足侪人误会讲台湾的罗马字、台湾的白话字是为厦门遐来，迄是误会啦早前台南甲
厦门互相有往来是事实上的无毋对互相的影响嘛无毋对，传教士因两边走来走去嘛无毋对所以以前话人咧误会讲白话字拢是为厦门遐来，其实毋是，上源头包含厦门因的白话字嘛是拢为东南亚来啦所以若讲到白话字的源头拢为东南亚来，是安尼只是较可惜，咱之前嘛讲，即摆呢，东南亚用白话字的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好，非常多谢教授吼。好，安尼咱现场可敢有啥物问题，拢会使直接提问。好嘛非常欢迎大家，嘛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阮的系列讲座吼。好，安尼若是现场若无问题，咱是毋是着非常感谢蒋教授今仔日的演讲嘛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阮开讲社所办的线顶讲座安尼咱后个月咱同款时间下晡2点到4点，咱伫咧7月11嘛非常欢迎大家佫会使来参加阮的线顶活动。安尼非常感谢大家感谢蒋教授，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多谢。